是咯，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都來收聽本來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人要講嘅話題是食雞，食雞咧是，當今我哋食到雞哦。等介紹我特別嘅變性。等佢阿來。莊，要丟個小貝，來吧，你使 share，隨便丟嘅。哦，OK，我有，感謝。當今我個正helper啊，唔是寫導嘅，可能。導嘅是講嘅，我導嘅是 remind 我，之前我是頭幾做。然後我 producer，producer 我冇讀過個，即係四百九我冇讀過個。大家好。當今我哋食到先，我搞個。OK，安多。食雞啊，我食 walnut。我食雞腿。OK，我咪介紹我特別嘉賓嗰陣，特別嘉賓新椒，卡水聽，歡迎。係。阿龍，歡迎。雞腿，蘑菇，歡迎。Hello。未使講，歡迎。未使講啊，是。未使講是查甫嘅獨立頭，你冇可能變。แล้วก็夠細啦。有時 DMI 啊，有一 best friend，零頭毛，做好就自己變樣就零頭毛。是咩？當時讀講得叻咩？我講得 right 啊，就是 ice cream。YouTube 看，แล้วก็喂 producer 489歡迎，大家好，489です。แล้วออจิตู Hello， เต่าแก่，Hello， พาลินเต้า 係。แล้วอาสามรักษา Hello， อาหาร 大家好，Yo， แล้วเกมสวีตี้ Hello， 大家好，ซัมบายบลาจันเพื่อเกมหูอันเจ้าบุวิดีโอเฮียซัมบายบลาจันซัมบายบลาจันสิ่งสิ่งต่อที่ให้กี่อยู่ตัวให้อยู่นั่นนี่水有冇可以行經附近搞到落海嘿，新加坡你看下。特別當然唔是在新加坡啊，當然在 Venezuela。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วก็จูลิง歡迎จูลิงจากกูบอกตัวไหนอ่ะ Hello， แล้วก็วันทันหมี่ว่าจะไปกี่วันทันหมี่係寫我係咁講，我係佢了。วันทันหมี่ไปคุณเนี่ย我嘛是來困了，繼續我哋係揸車了。OK，把這個講，把這個ตัวไหน OK。好，感謝啦，咁先啲，拜拜。拜。OK，這個禮拜呢，我哋講嘅話題是腳菜。我真覺得喂，唔對嘅 frame。我看你玩嗰啲成日半邊打閒，我半邊俾有啊咯，慘咯。阿 John 啊，這是你 YouTube show 的鬼數誒。冇啦 ，fix 啦。那我俾問，即係我問即係，Juling 是 vegan 定係 Juling？啊，唔是，我是個vegan嘅菜。你有食啦，你有食，有當時有食，你唔是講你個基本是唔是 vegan 啊？你個叫食白本啊？有，因為我嘛成日食煮白。然後我係是 vegetarian。哦。因為我特別看佢報住小有係 vegan 嘅物件啊，什麼？
我是个做 vegan 的人家，然后你自己煮啊？是 vegan 的。你自己煮啊係啊。 ？vegan 啊，嘅嘢，我下時咧，我拜啦，今年啦，這禮拜煮到呢。一禮拜煮一道 vegan 嘅嘢。啊，因為我家屬家食。哦，咁你驚是 vegan 定是 vegetarian？你是 vegetarian 的，你屬家食 vegan 嘅物件本。嗯，即啷車就段，你煮嘅時啊 clean crown 啷在是裝啊？冇啦，就估冇了啦。哎，究竟就很少晒咯，究竟就很少晒咯，你究竟就很少晒咯，自己成戰升，啊！冇啊，咪成篤話成話咧，我成江成啊，成戰啊海蛇絲成咗，但係成。我剛才聽咗嘛？有，我就點？我看到毛毛菇啊嚇。我會講當今最好是七月嘛？七月嗰陣是七月就最。總之是交龜。啊，交龜就。開始高貴，七月哇，就咁。對，交龜當然交龜是隻菜，樣嘢。當然是交龜，一是交龜交好就隻嘢嚇。第二節一件節，第二節一件節。哦，我們說禮拜六要辦啊，我們這禮拜日就要辦啊。啊，咁也使。OK，我這禮拜要辦進去。然後就面個咧，新椒就變咗新貴哦。人家來貴個咧，變咗新椒去啊。成交貴是等人日子啊，啊辦呀。交龜Luna 嚟緊啊，哈對。嗯，有。我理解，OK，咱講嘅等人食這先，然後我哋講vegetarianism 加 veganism 加 pescatarianism。嚇，咩是？但係 pescatarian 就唔是食這 ，because 伊是要食 seafood 嘛。食魚啊，要食魚嘅。嗯。海嘅物嘢啫。你冇食開。แล้ว lobster 唔是有卡 lobster 有食咩？你都冇食 lobster 食魚 pescatarian แล้ว ham 咪是有卡係有開咩？食魚。食魚呢？啊，隻食魚同食 seafood，แล้ว特別伊冇食紅白，冇食白嘅雞啊，這個啊。嗯 OK 咱講去食當人食這因為我冇食這嘛，我只是食肉嘛，所以我唔知講交過食這嘅時，伊個安怎其實 start 安怎食，我唔知喎。我係講我聽人食這人。佢就係慣呢，有時我唔知。我知交過切伊是 for public， 交過2、9、30應該是2節整，都愛清成股。交過係八過。八過杯2、9、30，啊，迄個是畀迄個耶student啊，是愛去接的咯，啊，愛去接，所以。咁你講下清楚有冇？接伊個高龍伊個神主，伊是神主不啦？伊暗光轉來啦，去幫住去 temple 啦，你去啲海邊接轉來嚇？啊，去海邊接嘅着，然後伊人都愛。我是捌看過，毛毛菇我捌看過是，我捌看過伊人送去海呢，佢是切膠是送，特別我唔知講去接是安怎接嘅喎。伊是買了，後尾送伊去海了嘛，唔是咩？啊，迄個是接，迄個是送嘅是 for public 啦。送啦，我看哦，美國人我看到，咁接你安怎講我唔明白。我唔知本來我唔是業務力嘛，所以是有聽伊 member 講嘅啦，伊人是愛 clean 伊人嘅身軀，然後若是差不多有 period 基本袂使去啊，然後
就是迄3日愛食這 prepare 咯，你去食伊轉來咯。I think 是30就食轉來啊。哦，嗯，咁乜嘢就會出海啊？有，伊是老主出海爾誒，老主出海爾誒，上加迄個較atas較有 level 嘅啦。我看過咧，特別因大我看的，我唔知伊 process 啦，我是看啲因是大海嘅，and then 伊嘅迄個海邊位啊 ，actually 是一個上加一個 jetty 嘅款啦，我唔知伊嘅 criteria 安怎嘅海啦，伊是就 jetty 嘅款嘅邊個位嘅，and then 伊嘅迄個接嘅位嗬，伊插迄個旗啊，迄個 colourful 嘅旗啊，so and then 迄個。就 whoever 一食出來 ，and then 有樣食迄個 special 咯，有唔食 special， 有食 special，and then 食起來啊 ，and then 伊按照 transfer 去迄個跳檔嘅，我未曉，我冇看到。correction 啫，伊唔是 colourful 嘅國旗 ，colourful 國旗是七月半，伊嘅是黃旗爾，yellow colour 爾。yellow colour 呢，然後伊接對來了，所以是入嘅 temple 咧，伊就放啲阿妹一個，伊阿妹嘅攞阿妹個一個旁邊嘅，所以 normally 你拜是拜外口呢，無入去看到伊嘅 statue 嘅。哦，誒，冇講有 statue 咩？有啊，有 statue 嘅啊。哦，statue 名咩？叫咩？董武公。哦，是董武公嘅嚇，你話食你葫蘆邊誒？對。北海食葫蘆邊啊，食大嘛？對。哦，董武公是到。是唔是？啊，冇講無論是唔是嘅上個係你麥考啊？你叫咩啊？你鳥鳥啊？麻雀。今年有嗎？麻雀？伊無像嘅。無像啊。無像嘅。做咩事啊？我知安怎你做咩事？交過是食這啊？咩告訴？伊告訴安怎講？唔知哦。冇人知啦。唔知。可以。OK， 我第一。So 特別不，就 OK， 我有一個 question 啦because 我 compare to last time when 我細漢嘅時 and 當今，我 feel like 講真當今嘛，係咪啊？I mean don't get offended 啦，但係我成個講當今成個 it become a bit 嘅 commercial，not commercial a bit slightly more quite fanatical 啦，係咪啊？實定都係講係咪啊？你俾你隻材料係咪啊？你使用你出嚟盤係咪啊？當然我過另外食commercial 啦，commercial。冇啦，唔是啦，一路來嘅啦。佢咧再講你盤話嘅咧有當過杜巴油嘛？冇啊，係啦，我係如果是係咪是當面安尼鹹嘅嘛？唔是咩？冇啦，我細細漢時都食鹹咧，細細漢都鹹了嘅。樣一年賣一刀呀，樣用嘅迄個嘅石頭加料是一年用一刀呢。冇參嘅，大家浸卜。OK。Maybe 是你就 relax 啊，定到時。冇啦 ，maybe 啦 ，because I mean 我係做到冇 practice 講，我都講 ，you know 我係講是做幾檔啦，and all that，但我做到 never practice 講食之類食只冇食啊。maybe 有時講我食去買呢，係啦。OK， 我咪講攞自家食咩？我猜我，喂，猜鴨，等慢慢，你一人講我顯啦，一人慢慢講，啊，毛毛哥講嘅，猜呀，哦，猜鴨嚇，猜鴨搭配做嚇，咱叫謝鴨啦，咱叫謝鴨。冇啊，邊咧有隻人叫猜鴨嘅，叫猜鴨，有叫猜鴨，冇，伊唔是猜，我出嚟，อันนี้猜鴨係啊，跟住猜鴨冇相。猜鴨是你只兼猜鴨，兼猜鴨，你叫猜鴨。只猜鴨有人叫
in short 叫做菜鴨，特別其實菜鴨嗰時成個人食菜雞嘅菜鴨，菜吧，一種嘅鴨叫菜鴨。特別做咩屬於做菜鴨咧？你奇怪啊！好食喎菜鴨，好食喎！有食，一時我哋暑假食嘅本。我食一年冇食咯。做咩屬於係去做菜鴨之面？因為迄個菜鴨變咗是其他普遍嘅物件咯。你特到叫教王爺點樣？應做咩？應做個檳魚。養一地5塊啊！嚇，冇，我是講日本啊，日本檳魚，because 是豆配啊嘛。養燒。對，養少人食當本，其實真係是當，其實養嘅你 cost 真貴嘅。咁咪真得做？你叫毛毛菇假啦，毛毛菇你是？你有？你喂有？你到底你 blind 你 kitchen 度 blind 就即係菜雞鴨哦，菜鴨哦。我做煙鴨，你嘛都冇做咗菜鴨。係啦，煙鴨係咩？many 做菜鴨。冇咩呢啊？冇啦，嘅佢係個哦，佢係胡瓜。寬鴨係胡個寬鴨是個另外一種嘅鴨，伊是較舊嘅了，伊是用另外一種嘅按怎講嘅？唔是叫豆皮，米筋做嘅。米筋哦，啊，你是較白嘅，即菜，即係鴨是較夾皮嘅，是較皮，伊是咖喱嘅。呀，按照伊有講有出一個物件，佢人嘅小鴨，伊嘅皮是唔是 crispy？然後伊個淡薄白掉底嘛，然後切嘅北京烤鴨出來時啊，所以伊人就是做安尼款嘅物件出來。你講你亂講咧，伊是想樣嘅來做伊個豆皮變物件咧，是樣經一種第一項伊個 texture 來做咧，是叫做菜鴨。然後伊個，特別我就是個只，一隻英文嘛。你用豆皮，你撥五香粉、豆珠、淡薄糖、豆油係豆油。豆珠。豆珠。然後有豆油係豆油嚇。冇未使啦，豆珠夠鹹啦。OK。豆珠我知豆珠五香粉真係行有見。然後叫水嚇。清清嘛，咪可以清咯清。然後你唔係開水啦。你豆皮解開起來，豆皮咪是地咧，成粒爆落埋嘛。你一大地豆皮，你咪是夾伊薄伊嘅湯，然後成個伊嘅料。layer by layer 咯你薄，而且我是薄，到底開起來大地啊，好，你薄，咧是你擠伊一個再薄，擠伊個再薄，然後擠啊咪變咗隻鹽嘅咯。對。擠啊！是你嘅去吹可以食。有時你嘅 before 你擠是你煎，你嘅去煎呢。對，煎伊，你吹好嘅時，你第一日紅時吹啫。哦，你係咪係攝？你咪係攝，because 你吹是撲緊你規身軀嚟碰碰嘅咧。你特別曉，我係記嘅就是，領導嘅時，你擠有陣時你嘅去吹嘅時，不。你加煎的是伊會膨起來嘛，膨起來伊會開嘛，所以你夾哩骨條甲拆掉。然後有當時我特擺是食阿坤阿豆，我食飽咧時個時候，哎呀未記夾出來，伊哩骨，然後啊一膨嘅時一揪住佢入面咧，好，我未記佢，我一頭食參伊你變咗阿骨咯，變咗阿骨。我都幾地食呀。我切咯，切一片，一片冇嘢啦，一地。我切，你家姐你去嚟菜館買就係樣，但是 Q 佢哋簽出嚟了，加嘛嚇。對，我是係嘟逼一小細機啊，你一撲呢件事啊，一揪到啲裡面去，我一頭食個了。因為我個大擺是切，我切一地啊，切參你呢根本切落去。唔知你呢個？阿爸去買，你啲少少嚟嘟啊，幾大機個影？正冇肯買啊，頭你呢個。哦 ，OK。你講你 barbecue 嘅簽嘛 ？Skewer 嚇。你 bamboo 嘅嘛是想？嚇，對，你咪係個大機冇是寫，我之前你冇做啊，我梗想要做呢。我唔了咯，你講你聊嘅咧，我啲韓國買掉。係嘛嗬？我香款啲中國店買啦，我香款較抓啦。豆珠我唔知咯，有豆珠啦。豆珠應該是有啦。
冇得丟冇啦，韓國人真係咪甲中國人無相誒？你去當人講咩嘛有咯？當人店應該有豆珠嘛？豆珠應該有，紅豆珠。我未曉，我不去 YouTube 看者，我未曉。應該有誒。誒，你叫毛毛菇做隻 episode 咧，是你對做啊？毛毛菇啊！你拍攝？我看你嘅 channel，我看了我真歡喜啦，特別過咧是我真 depressed，because 我冇看食，呀我冇看食。哦，有影買到咯 ，vegan roast duck。哦，咩你一頭睇買 vegan roast duck 啊？係啦，唔是，我意思是講 YouTube 能看到。哦，特別 vegan roast duck，哦。誒，了，即係Juling 都不做。哦，我買了啦，我真熟隻咯。我反正嚇，一做就好食咯。到這邊有攤買了嘛，到食得。哦。做變嘅啊 ，frozen 嘅啦，都有了嘅。Frozen，let it go 啊 ，frozen 嘅。哦，仲有一個杜卡。嚇，我唔捌食過杜卡，我唔捌食過，我唔捌食過杜卡。你人捌食過迄個食菜三百蝦米哦？捌用咩做誒？伊用迄個香菇會卡。แล้วbecause 我聽者上個迄個 nipple hair 規隻去迄個暗長啊 because 我爹師傅都是迄個叫咩迄個少林寺的呀我師傅啊แล้ว伊人特日嘛是有煮咧菜咯แล้ว伊人燒迄個蘑菇一堆人就係袂使黑格物件嘛特行我特別แล้วอีหลังลูกอย่าให้เจงจิ้มจุ้ยจิ้มหยอดจุ้ยลูกอย่าเจงอ่ะเจงก็จิ้มได้จิ้มแค่เลย环椒像嘅环椒จุ้ยแล้วลูกแห่ถึงจริงจัง好食แต่พี่ลูกตัวไม่อุจจาระบ่ลูกก็อีโจ because เลยมีแค่อันนี้เสียง嘛ไม่จังเสียไปตัวไม่จริงจัง好食這是打咧效果啦，唔是青嘅效果啦，打是打外卡都也加到加掉一出嚟。我話誒，特別安怎可以成個即個臭臭味？臭臭味，依個一種嘅叫做這布拉珍。哦，我是 because 我介人鬥做是我是特鬥是正哦，because 愛將這人正較會嘛，古早是無咧係咪？迄個咱叫咩啊？無 blender 無半行嘅嘛 ，especially 啲咧暗長啊。你特別講這人แล้ว我人特別正，แล้ว一人就去做啊。大概好名，特別人唔知講人是好名好似。即個Juling 你媽媽做過這嘢係咪哦？剛開始唔辦咧，可能一個就是煮飯物件啦，菜物件伊好講去做關醬啊，關醬是食菜嘛，關腸是條椒嘅，像啊即蘿蔔安尼款。哦，關腸，甲頂日我看到好，你唔知你有 post 啲。關腸是條椒人物件。你在未辦過？我咪係條椒人。關槍。關槍。鋼槍。你暗長啊，當我爹甲我嘛規隻去古早啊，伊人是若是落愛做在青椒啊，伊人就是做咧青椒嘅人。哦，有我愛。所以像有啲人像甲你，食毒。食毒了，像有啲人像伊愛生囝，愛生大伯囝咪咧，人去求啊，了伊學慣啊，伊嘛是愛，我不要，當然我不要講，人像愛去。感謝迄個翁公，慶官，對慶官，了冇慶官先啦，你當你是叫慶官，了伊人就想講去啊，了伊就想叫家規家厝嘅人啊，想10幾個人安尼款坐了食毒，假是搶3、4個毒安尼款啊，了伊就伊個暗長啊，就是煮咯，了你使啲個暗長食，伊也是伊會使夾去互伊人，了我嘛規隻是。
volunteer 嘅人鬥做 because 你暗頓是暗頓攤累嘛 because 伊人離過人冇做工嘅嘛或是添油啊做安尼款咧แล้ว that's why 蝦米物件我人古早是規日攤食嚟咗特別人未唔知講啦安尼 hockey that's why 真正這項我人不捌食過我是我捌去應當唔知我未記得到落啦我就啲有一個位伊是人嘅 flat 人嘅厝來啦แล้ว伊嘅厝內面伊會擺攞地度呢攞沙地攞地啊咁樣แล้ว伊是做伊是食貴伊度伊是成個種食度成個食青然後你食這味菜白味菜貴味菜特別乾了是食這喎哇介好食呢真哦你知我食到下面物件啊我根本食未出講伊是這哦伊做蘭蒸米伊蘭蒸米啊上我食啊上伊味素伊 texture 個咧上我食未出喎然後我甲我媽講是講伊互人食蘭蒸米咱嘛毋知是講這個是惡心是講我是自己食俗嘅人唔要緊啊特別人去這裡為咗食這人 of course 特別是這物件啦特別伊而家食上แล้ว我看到頭一道我頭面食是看到伊食這蝦我唔捌看佢食這蝦過這上嘅喎伊味素無上特別伊個款就只上雞腿蝦係咪做嘅米筋唔對米筋啊豆乾是唔是豆乾 cauliflower 是啊白菜頭唔是白菜頭我睇雞腿㗎迄個菜芽做出嚟嘅美國嘅這係唔是 cauliflower 做嘅要參麵粉嘅我是 cauliflower 嘅喎你是講伊是夾一規粒嘅 cauliflower 嚟煮還是 process cauliflower process 無伊也規粒伊唔是後頂嘅花伊也會卡你特別要夾嚟加還是夾嚟伊是夾一塊來切做係一塊切做係你看到我食無像哦我食無像我食伊是像個豆機嘅呢像個你米筋嘅款呢特別伊 QQ 啦像個薄到係是特別伊個會炒脆喎我唔知係咪物件係會炒脆喎個會炒脆一定是 external 嘅啦伊加入去嘅無炒脆我就係炒脆樣是係樣參迄個叫咩seaweed你紫菜 seaweed 樣參迄個啦伊就炒脆皮啊一加加可以脆特別成個搖擺咯，食即搖擺咯，安怎會做成個有搖擺馅嘅咧？我都是奇怪，每隻隻我哋中國點先食過啲好食嘅啦，就是啲每有一間叫做南普陀，伊外口有一間隻雞店，我常常去嗰邊食咩咗，食貴咯，伊是做beef steak，伊有影是貴啲，生出來，係啦切了用叉仔剁嚟食嘅。好食，香嘅味道，都是奇怪安怎？就是咯，又唔知點做嘅，香，特別你食啦，你會知講唔是白嚟嘅，你會知唔是白，特別是佢未掉嘅嘛，伊未掉嘅條，伊 texture，伊 texture，伊味素真係香，你食你嘢，你會知講哦是牛排味素嚟。我講聽牛排啊，有當時牛排。伊樣用迄個香菇啊，香菇嘅味本係成個牛排味嗰種事。香菇嘅伊有媽咪。誒，你啊，頭先講一個雞腿裏面係 ice cream 嘅 stick 哦，不，我諗我只係係咧甘蔗嘅。甘蔗要。甘蔗雞啊，甘蔗你咪叫食。我食嗰陣時，我食啲邊啲外記嘅嗰陣時 ice cream stick 嚟。即係佢哋即係食到嘅較特別，咁冇。呀，甘蔗。呢係甘蔗嘅。因為當佢做家上加 KFC 個係 crispy 嘅咯。有我愛。花生咯，花生真係冇人食。OK，所以我咪講。Dallas 參加呀，John。我被逼嚇，係唔嘅？我覺得，有時講兩大所在有真濟台灣人嗰時，
中國我唔知到落位啦，但是講主要是有台灣人嘅所在咧，嚇都有了嘅。往大啲正韓國啊，韓國是食肉嘅社會嚟，所以真正艱苦找到隻菜店嘅，真正艱苦。哦，韓國人是少食肉嘅。特別定住話，邊人會食菜幾多隻啊？食啫，邊人真係正，真正正嘅。你邊人是會使做 vegetarian 做 vegan 都比較死嘅咯。特別400貴嘅。嗯，貴。是啦，是咯，就較貴咯，是咯。較難管咯。啲韓國都冇可能嘅，啲韓國都是真正艱苦嘅。咱嚟嘛講，甚至韓國 away from land inner land 嘅時候，伊無為飼牛飼豬。韓國是 inner land 嚟，就是講你講唔是。韓國是 land 嚟。inner land 伊無 connect， 我講無 connect 個 bigger land 啊 inner land 同啊。韓國啲中國邊啊？冇 Korea 啲中國邊啊？啲 China 邊啊？我講 South Korea especially because it's split by North Korea 嘛。我明白你講咩 ？OK，sorry， 我明白。特別有家己嘅股，有了雞吧，咁都不是家己嘅。limited 啦。台灣是 because 伊人I encourage 人食菜 because 伊人講你 animals pollute the environment。因為日本加 promote 啲回鄉嘅文化文啊，啲台灣係咪慈濟啊？咁係台灣嚟。加謝過關生。我唔使食拜二拜幾，未使食唔古拜。我覺得講邊咧有一間我真正 highly recommend 嘅咧，就是我啲嗰啲銀行街邊啊，是唔是有條路叫做 Union Street 嘅？誒，HSBC 邊啊，有一間是條喺度叫做 Union Street 嘅 Union Road，Union， 迄條路直直行落去，有一間啊，真正好食。冇得佢唔多是到邊間 road 有一間嘛？呢是台灣嘅回鄉開嘅就這店嚟。你講是到喺呢邊紅陽餅誒？就聽見我怎麼叫做 Siri 咩？紅陽餅電話，紅陽答我物件咯，我叫做 Siri 嘅。你 Siri 又講？你頭頂嘅。你唔係夾手頭，我係厝頂嘅朋友。你 Siri 講？你厝頂嘅人叫你了。我講台灣回鄉，伊好像甲我講，外面台灣是下面用闽南語就出家啦。特別我講聽，我捌去邊個以後，一隻偏向咧，成較 modern 嘅菜館啊，你冇有通食這物件，像你使食這咖喱麵啊，這牛奶金菇骨啊，可能特別是這個了。麥當勞個 KFC 有菜食嘅 version 嘅嘛？我唔使講啷嘅會有喎。這邊有。邊啲冇哦？邊都有。馬來西亞冇。嘢都有啊。嘢都有。我想去 try 咯。係咩件？伊是規間嘅麥當勞個 KFC 是菜食嘅，如果一樣嘅 logo 是菜食嘅，是 vegetarian 嘅。哦，我都知啊。有麥當勞有 vegetarian 嘅，規間是 vegetarian 嘅。哦，所以 logo 然之後伊 logo 唔是紅色，黃色加青色嘅。哦 ，OK， 有啊，寫到有啊，我冇見過。我到印度到印度。哦，印度就係對，印度就係 McDonald 啦。印度50% 係 vegetarian 嚟嘛，伊人。有所在是貴嘅 city 是 vegetarian 嘅。哦。vegetarian，OK， so喲，冇乜個。我哋嘛去麥當勞食菜。即係冇意思不是習慣，不是 burger，特別伊裏邊啲肉唔是白。啲肉唔是白。叫咩嚇？我阿咪 impossible burger。嚇 impossible burger。嚇 impossible burger，特別伊看起來冇寫上嘅硬嘅，未煮嘅。我唔捌食過 impossible burger， 我冇食過。冇，好食，我食過。好食。嚇。你去 Trader Joe's 有攤底嘛？哦，哇！特別好，有較比肉較貴哦。I think 還是較便宜。較貴哦，一地隻 ground beef 是 US 8 $. 哦 ，US 8 $OK 啦。
一袋啊，one patty 啊，還是一包 ？It's 一來一個 packet 啦，一個 packet。哦，其實特別啦，買 Trader Joe's 上次買一包嘅 ground beef，還是 ground pork，一是一半嚇，咱買的是一半嘅包啊。我就要去樓頂去看。安怎鹹水丁是講要困嘅？淡薄是啊。冇淡薄我อาหาร個，我淡薄。哦，อาหาร嚟。你後面有弄咩食材？哈，做咩事？我睇到我媽為個學貴呢 ，impossible。Good question 啊，問下做咩事有人未經食菜，是食啫？我其實是冇咩想要食鹹燒嘅。我本時感覺講啊，我是冇，我真係冇熟教阮嘅，但係伊是好食啊，老實講，個細漢食個大漢咧嘛，就吧，所以好食，係咯，見食熟家食，但係若是伊有一個。substitution 啊，講即是菜 version 嚟嘅，冇用到鹹燒嘅。特別伊味所上嘅話咧，我咁慣食菜嘅。你咪食食嚟咯，唔是 Whataburger， 你咁樣 Whataburger， 你咁樣 Impossible Burger。But so far 我本是想講你後邊看啲相啦，特別 so far 我食嗰是 animal protein 較好食個。是 balance。特別我當見嘅問題是其實是全部，真正感覺個全掉。如果是愛去較遠淡薄嘅所在，離你厝較遠嘅所在，你個食會掉。啊，無若是講你去迄個平常時食經濟飯又好，食菜，你韓國食嘅店啦，樣嘅 Korean restaurant 你去裏邊跟人叫菜嘅物件買白，其實你 menu 裏邊你別 order 嘅物件啊種。都我都俾條面嘅，因為你是講，kimchi 茶杯，咱是為了杯 kimchi 茶杯，kimchi 茶杯嚇，或是 vegetarian 咯。但係嗰啲就 kimchi 茶杯，我 actually 我唔知，我唔知 kimchi 唔是菜嘅嚇，kimchi 要糊啊，要糊，唔是要係你 fish sauce，oyster，嘢 sauce 伊裏邊有煎鵝啲裏邊咧，其他係唔係，有時我是菜嘅。有 vegan version 啊，有 vegan version 本嚟對。是。我是講，咱是講，咱是為了，咱是屬個食肉嘅人特別，但是你要為了環境，係還是為了買會 reduce 你減少carbon footprint 啊，係 carbon footprint。我是減少啦，是為了買你邊啊當條睇，你會使成個講。你完全未嘅100%，特別你細成個講割咗一半去，有當時食，你平時特餐阮食肉嘅，你變做一餐咪食肉，伊會有 impact 嘅呢？我必定有 impact 咯。特別我老實講啦，若是干啊，你身邊嘅兩三個人，甲你相關做嘅話是冇用嘅啦。第好是，若是講是全國。一個市場啦，可是你嘅 Prime Minister 甲你講，人其實去，咱人嘅暗暝段，甲咱是干那食菜呢？安尼款有 impact 咯。啊，比干那邊啊兩三個人做呢，其實是冇 impact，完全冇 impact。特別你每次都要慢慢 start， 一人兩人甲會 start 嘛。你咪是成個講，你let's say 講嚇，你let's say 講你賣特節一頓食買食菜，你會使一禮拜一道買食菜。然後你少人加起來冇可能有 impact 咯。我係講法喎，但是 OK，你講你買食 because of 為咗 animal 啦 ，OK， 但是這是好嘅way to 講啦，好為咗 animal 買 slaughter 伊啦 ，OK， 嚟先，但是講那個咱人食菜來講啦，是唔是一個 animal 伊樣是禽獸來喎，伊樣特節有 produce 新嘅 baby 出來喎。So which means 伊冇借過 human 咯，所以幾咯，特別當劍人 produce，人 mass produce 嘛，當劍。執笠咧。對啊，誒，個另外一樣物件是，對，咱人 mass produce 因為當劍人講條人食愛白啦，伊唔是家己去生嘅，是人學人生嘅，迄個雞啊、牛啊，然後嗰時物件啦，嗰陣時我講是執笠了。對，是本啊。但是你講係你野生嘅，講咪流河嘅曬，係你同咱冇關係嘛，咱冇食嘅白本嘛。seafood 咯，魚咯，貴海嘅咯是尖咯。特別白咯，我梗係冇可能咯。
我感覺是一種嘅 revolution 嚟咗。我感覺是 revolution 就是講嗬，你煮食伊了啊，因就是在講人會來掠往了，而家有冇 evolve 嘅嘛？因 evolve 因為在講嚇，因直接哦，佢 Q 到聲咯。evolution 一個 system 被 natural， 一個被 overproduce unless 人 impose 咗佢。但係我人估這個咧物件咧，個人我係公司，我公司是做 breeding 這個 meat 嘅 industry 嘅，所以人個咧是先面可以 produce 生隻白，伊 genetic auto 伊個咧，所以唔是只雞，就是所以我來趁累。你如果個隻咧，我公司執笠咯。誒，等我之前人啊，到底寫 YouTube 嘅會 share 是 Bomi the No Me， 伊講食 insect 嘅 diet 咧。high protein 嘛 insect 得落嘢那是講哦伊個也善堂哦 John 是人面善堂唔是 insect 啊 please 善堂是卡這善堂唔是 insect 善堂是 small animals 嚟唔是 insect 我就伊 category 是伊唔是 insect 嘅 category insect 是晒落嘅卡特別我是冇事教你 insect 是用是你係啲喙伊卡嚼到你喙冇啦，你是講而家特朗本食嘅點先，伊特都是有新嘅 cuisine 出來咧，伊 recipe 剁脆咧啊！但是咁我唔晒嚟講啊，好食嚟講會食咯。伊上個 happy 爽呀，係即係成間一做，你食嘅啦，咱做300 happy 嘛上，300 happy 你未看到係嘛，伊剁脆啊嘛，所以你是做你 cricket 嘅300 happy 嚟講，我咪是只300 cricket。300咩講？接啊嘛，300先湯咪是一隻碗。你啦，別 absent 好食啊！買一杯嗰啲叮當嘅嚟嘅喲，個叮當嘅食，好食啊！你按錯叮當嘅，你別搞呢嘢啦。你我 imagine 我就想到先湯啦，我就死啊！你想意思？剁個脆啊，剁個脆做什麼係啲啊？乜嚟在是？冇我想到，我就想到我就會拗啊！幾卡？你講啊，佢隻細嘅嚟講。Actually 喺你 Starbucks strawberry frappuccino 伊 pink color 是 crushed insect 係唔係？哦，係我知嚇。嚇。Because 伊個紅色，伊個紅嘅菇啊。你知人正有些人嘅 summer 是有迄個叫咩 bug 啊嚇？伊個 ladybug，唔係 ladybug，伊是真係油呢，伊成個成殺呢，是食呢。紅蝦？特別你，伊唔是紅蝦喎，伊成個做咩鎖到啲咧？迄個唔是chicken做你個帶，迄個伊是紅色，伊無擺喺頂，伊是到啲。冇開喺邊個你看到細隻油呢？你特別我第一時特別驚你真假呢，第一就噗硬出來。Ticks 啊？唔是 Ticks 啊？唔是 Ticks 啦，唔是 Ticks。伊唔知叫咩？硬白殺啊！唔是白殺。我知。都買。伊成個米呢？成個米特別細隻，特別硬色嘅。特別我唔知你白，特別隻硬色，唔是白做嘅咋？啷隻 red colour？阿爸對嚟都掠幾嗱隻對嚟啦。Red colour 真係要呢喎，尤其泰國隻除掉了啊，除掉咩？insect cricket 啊 ，scorpion 啊，有隻你咁樣，你炒冬陰味素，你炒你 cricket 是叫咩啊？炒咩講咩？醬喱炒咩醬喱啦，醬喱，炒咩講是 grasshopper 啊？哦，我唔知我冇食過。嗰陣時我有一個 invitation 去一個位啊，伊是做啥個？伊是一個迄個唔知我唔要講咧 environmentalist 嘅物件啦。然後伊是做請迄個 chef 伊人來做 fundraising cricket 啦 scorpion 係咪個了啦？我買去 free 個，叫我去 free 個，我都買去，我唔敢去，我驚我嘔。特別即係迄個是較 more for environment 是隻 insects 啦，你 insects 係 protein 咯，特別唔是 vegetarianism 嘛 ，because 你都 still 食別項嘅 life 嘅物件嘛。對，講到你別肯講嘛，
人家別人講講食菜咩？長嘛是有 life。長，特別你叫長 animal，嗰啲 insect，insect 咱 consider 冇啊 ，insect 唔是 animal 啊。特別冇，I mean life，你是講長，你講 insect 是會叮當嘅物件啦。所以那是 vegetarian 啊 ，vegetarian 是 veggie 嘛，你 insect 唔是 veggie 嘛，特別你長是 veggie 嘛。vegetarian 是加 dairy 加奶嘛，唔是咩？對啦，特別特別冇隻對啦，咪問看，有啲人 Asia vegetarian 有啲是有隻奶嘅。冇，vegan 冇 vegetarian 是有隻奶嘅 ，vegan 冇隻。買亂，咁樣買亂，每榴蓮會在。裝破晒。咁樣冇 depends 啦 ，depends 我你係咪睇到嘅呢啦？你做會上滷蒜頭加。啊，對，我咪問下，我咪講，我記定到是我係一個外國嘅朋友，伊是食菜嘅，了特別伊有隻女嘅喎。是啦，我隻 friend 都係是 vegetarian， 我隻 friend 都係 vegetarian 咯。但係是 vegetarian。我朋友伊叫，這是 Malaysia definition of vegetarian。Malaysia definition of vegetarian。我朋友就是Malaysia呢，伊是愛拍水出嘅，特別伊未換迄個卵嘅數，所以伊家己講啦 ，in Buddhism way啦，伊唔是 fully vegetarian，伊有食卵嘅數。哦，你會想，我妹我係試過嘛。伊無食蒜頭加白黃嘅咋？啊，係咧，樣是叫做草本嘅，係冇關係。冇關係，因為迄個腦漿嘅物件，伊是 acid 來嘅，你身軀內邊伊是會，就是講伊是像 acid，伊會太毒嘅，你知哦。蒜頭加白黃一直得來，你若是無食大嘅話啦，你身軀就會較藍淡薄 ，in a way 啦，會較啦，對，所以你食迄個白黃食咧安尼啦，伊上毒，伊會太你身軀，上來。 No, in the way。我就是每日嚟食咯，我每日 in the way 啦 ，in the way。師傅教我講咧，你食蒜頭食白黃咧，會 trigger 你食嗰啲吧。哦，係我聽人講啲，我聽人講係乜？伊成個是half step，然後伊做路見，伊做路去見。食吧，見食吧。啊 ，it's strong flavour. What they call it strong flavour。這是用佛教嚟講啦。冇 scientific way yes，OK。啊，若是講佛教嘅，有另外一個講法，就是講食了，伊會 trigger 到女嘅迄個 sex 嘅物件。sex drive 哦。Yeah。哦。你唔知啦，你是講食咧，是你會見八條啦。I 拍 IPCC。喂，唔知啊，我係師傅，唔係講安尼 detail。Maybe 意思 suggest 嘛，polite 嘛，講你食一件食白，是我食咪件食八條。喂，你師傅咧，唔是，我是講咧，是蝦米本身食乾呀，你是食菜是，你嗱我每種是你袂使啉牛奶。做咩事你袂使食卵？伊講 because 迄個牛奶啊，你牛生你零時候你牛囝食，你食了啊，你超伊零食，我無夠食啊，你超，所以袂使食。伊講你哋蝦米蒜頭蝦米個了啊，愛食咪食是你家己，你若是有 discipline 啊，你蝦米個了是啲你頭殼。Yeah，但係你是叫vegan了。啊，你若是會，你正清心咧，你是會 control。你是袂使食，我講若是雞卵，你無 fertilize 嘛是使食咯。我伊講你韓國講啊，你安怎會知講即個雞公甲即個雞母無參？我講若是講你無會多食，你嘛袂參咯。伊講特別啊，即個自然嘅物件，雞母是應該互雞公了團。了若是你安怎硬做啊，就是你變，你就是變你安怎，你做出了。啊，有冇裏面拍整嘅喎，自己聲喎。係啦，係咩？呢度咩小緊啊嘛？你講拍整就好啦。
我是明白啦，你讲小鸡仔爱拍整嘅咧，我唔捌聽過講雞仔面拍整啊會生出來未？別啦，乜咧？毛毛菇啦，老公。伊會生女，特別女袂有驚。伊是講伊會生女，伊袂有驚。但是你係啲你可以為垃圾嘅為啊，你看係叫有一點嘅，就是講要 fertilize。Because 我輸過互人咧，知道 ？Because 我是想講你無拍整，你是袂生女嘅嘛。我輸過啊，伊你若是你搬迄個雞啊。雞公甲干啊，雞母啦，你雞母本是會生女，但係佢雞女咧會變囡仔嘅，會變雞仔嘅，呀，對。特別我講係你本是袂使食，你講你讀書啊，我古早是暫時食 vegan 嘅。So 我食個淡文女啦 ，and then because 我唔會舒服講安怎 to become full time vegetarian 嘛，所以講係一步慢慢 eliminate 都袂使馬上嘅 ，because it go back to 食肉嘅。所以講，我問講，點解袂使食牛奶？如果伊項真個真簡單，因牛奶內個料咧是用血來做嘅，就 form out 嘅。所以是錯，叫錯。in Buddhism way 啦，in Buddhism way 啦。你自己本身是要食，這是為了教是 religion 啦 ，OK。religion，我袂使講嗰一個物件，愛講內錢甲是用血做吧，內白咪是上加人嘅羊胎素，安尼款嘅物件來嘛。唔知啦。特別你無可能食到內白 without 上嘅內錢的嘛對。你 separate 嘛？你無法，你都要食內白，你都要練 sacrifice 內錢嘛。內白啦有血絲嘅嘛。OK， 等陣我會同佢問是講食這是為了別個 reason 嘅，別個講話別個 reason 食這為咗 environment 嘅。religion 啊，都要 religion 啊，健康食會比較做 health 健康。這麼說食冇食白咧，會身軀較對身軀較好誒。我冇得咯。面上加較濟白是有肥白，肥嘛 ，then you 敢若是 vegetarian 個 cholesterol 安尼款咯。但係你唔是成日較舊頂到嘅人嘅定經嘅咩 ？Fat create fat。Yes. But 這個你去打雷啊，毛毛哥。防曬放未出。不要講未出，你講係咩未記啊？嚇？阿媽我講 ，sorry，阿媽我是講，你講食菜，為咗 health，我冇感覺到講是 ，because 我是唔見食一 friend， 伊人本是食菜，食飯菜，但伊人出入老近厝比我人個濟較濟。伊人是較 extreme 了啊。都再有個人食菜，伊人食袂好食。伊人敢若我嘛朋友會走，我咪是上20歲就死去了。阮是食菜，因為伊袂曉食，所以I think 有個人食菜就講，敢若食菜，伊人無你愛有 protein 嘅，你使有來食balance，你愛去做 research 來食愛食protein，我食 vitamin，我食 supplement vitamin。唔是講跟佢食菜啦，袂，你有無夠這個 nutrition 咧 ，of course 會死啦。但你無食物件，是你出去買個了本嚟，即係你特別。你食 beans。OK， bean 本是豆嘛，豆 full of protein。我食 bean， 我成個是all bean，但是你食咗個係 bean。fiber， tricky bean。食配 grain， 所以就你但是食豆無配 grain 啊，你身軀未接受迄個 bean protein 嘅。Yes， แล้วก็ลูกเอทีมีเกี่ยวสังกัดเก้าทีนี้จะละเกี่ยวแต่所以咧，你伊人講，你若是講正愛做即個是啥長期身軀啥做幾世人嘅啊？
你就會曉辦，你就曉 combination， 講無combination，對，你食無相嘅 vegetarian 嘅，哦，所以你就會曉帶咧，即係對啲 dietitian 就會教。蒙古，你講食邊就個，我有 uric acid 人啦，我嘅老公叫我講買隻紅白，買紅白 ，OK， 對本，買 over。as long as 加了會使食，但係買 over， 有嘅人是規節啉豆水啉2 liter 一節嘅，迄個是少啦。你睇當叫我 obsessed with 他咪這咧新嘅物件啦，我唔知道 ，but last few months 我 discover 咧就是 hemp seed。係咪嚟？哦 ，hemp seed 真好嘅，hemp seed chia seed，我有我嚟咯。呢是講啦，你information 啊，真正 way back 啊！你 ham 嘅物件5-6年前了啊！我而家我唔知，我到底唔知講話 ham seed 咧。我直接我去看，我有because 我有一個我實做咧 smoothies 啊，隻 smoothies 也好，然後我咪是去看，人講 add flax seed 啊、chia 上面咪是好啦，自己嚟 mix。你我咪試看一個，這係咩嚟 ？hemp seed，hemp 唔是你 CBD， 你 hemp 你 CBD 嚇。你我就隻咧未閪未閪，然後特別好，我咪唔知係係咩物件嚟嘛。然後我咪是去買一包到 Trader Joe's，我看到買一包對嚟咯。然後我就去 research，人講你使做成個做你單杯是零啊，嘅一加零。然後一定使嘅嚟食，所以我咪是對嚟啊，我咪是成個嘅一頭薑。很難食咯，แล้ว哇，幾好食你知哦，你知一定冇成個你食 nut， 你成個你 Brazil nut 啊 ，macadamia 就較油嘅 nut 你知道？sesame 淡薄，嚇，成個 sesame 個成個 nut 誒 texture 就一定冇成個一隻 creamy 嘅嚇，腍麻嚇呀，哇，我真係好食，我一頭薑你嚟食本嚟你知道？แล้ว我度攤俾啊嘛，攞3啲類 cereal 啦，3啲佢哋都做 granola 吧，你看咪見啊？哈！誒，其實我 salad 當然滿3咯，做 salad 是3落去。แล้ว我唔是講為咗伊特別滿好嘛 ，because 要只 high protein 咧，一個咩 omega 係咪？omega 係咪啊？依個 ratio。omega 3嚇，對 ，omega 3 fatty acid。Yeah， 我就是每because 我看病過了嘅時候，我就要真 careful 嘛。แล้ว每隻because 我有幾個 client 是 dietitian 嚟啦，到 hospital 做 dietitian 嚟啦。人講啊，真這種人去講你 hemp seed 啦，係咪明嘅了啊？伊講是 because 啊，這種物件貴啊，是 because 啊，伊個 quality 啊，伊個 omega 3個 quality 係咪個啦是真正好，誒，你食淡薄爾，你就食真濟，像有啲物件你都要食真濟，你無你個會食掉你物件，伊個掉就辛苦哈。แล้ว這種貴嘅物件，你免咯，แล้ว那是講無講只貴，係唔是只半件啊嘛？特別你就要看。แล้ว有一天甲我講，我佇摩洛哥嘅時啊，我嘛是看伊人嘛是真濟人食迄個 camel 嘅靈咯，แล้ว伊人講 camel 嘅靈啊，你若是着 cancer 食真正好嘅啦。แล้ว迄個人迄個一天甲我講，伊講毋是講 camel 嘅靈好啫 ，because camel 啊，古早是住迄個 Oasis 嗰邊啊，แล้ว伊人食嘅迄個長甲了啊 ，camel 是靠食長嘅嘛，伊人食嘅長甲了啊是真正少有嘅。แล้ว that's why 伊有真正濟 vitamins 真正濟 mineral 咱平常時嘅人食袂到，所以伊 camel 嘅靈啊，就是真正好。特別人聽到講 camel 嘅靈好了啊，伊人去掠你 camel 啊，病起來咧可以食 cabbage 喎 ，because cabbage 係飯嘅嘛。哦。講你買 camel 嘅靈啊，你就買安怎嘅 camel 嘅靈？是上個迄種人啊，啲大 desert 安款呢啊，伊 camel 嘅靈白啊，你食啦就好。迄個食 cabbage 嘅 camel 啊，你食個靈啊，你甲牛靈食是相嘅。伊成個人做啥 farm raise 嘅 salmon 嘅 wild salmon 啊？食誒物件，個了是伊講較慘個 ，because 伊干那食一項物件啊 ，cabbage。哦，食你較好。
我OK，so 我講你阿張頭媽講，伊講 fundraise 㗎，我靠，我 imagine 人包去掠啊，你對啊，你看我靠咧，我靠，你看我個帶領，來我帶你領，來我帶你領。你早啲衰對嘢你。係咯，對，看我。看我叫做咩啊？看我叫咩啊？駱駝啊？Yeah， 駱駝成件。人都知，咱嘅蔗菜吼，有特你有名叫嘅嚟，伊 menu 裏邊，咱去到所謂食蔗菜，都有 find out 就講，伊 menu 伊蔗伊雞，唔是寫雞。冇寫咩？真正靠近嘅一種嘅名有雞字。正嘅嚟所人，伊是袂使放一隻雞，迄個雞。哦，你是講啊？伊人叫紅。Phoenix 啊，紅呀，伊人叫紅。你去迄個 Phoenix 啊？伊人無叫雞咯，伊人是叫紅。呀，有影？你無叫雞。我做 HSBC 做陣時啊，我特別學紅海物件，我就較別人看衰啊。所以種人啊，別教我就，伊甲我講，人叫菜啊，你袂使講食乜嘢，特別講你想食咩味。哦，係咪味素？啊，但是你 because 你做 HSBC 啊，伊人想好啊，人去學 wine 甲你按做 table setting 係咪？甲了，所以你會曉叫物件嘛？了迄個長人嘅物件，甲了本是伊人不有教誒，了我唔曉我嘅物件嘛。人同我講，人講我實在我唔敢叫菜，我特兜互人叫菜。無叫雞，伊人是叫紅。白字是咱講咪一個要做叫雞、叫鴨、叫鵝嘅 episode， 咱未做。係你是成個人嘅雞啊？冇人，你講咪冇人來了。真係冇。你咪使來咯。你到我叫雞叫鴨，佢 experience 嘛是唔得來。你唔知咩？邊啲學人，乜都人驚，你咪驚？邊啲學人？你特別叫佢ibu ayam 嚟。嚇，吹媽咪，叫吹媽咪。不，白字講，咱講到啲咱嘅隻隻，就幫我講 ，OK，ham 絲，我隻暑假節是我做我 ham milk 啊，我係水加 ham 絲。加date 是叫做粥嚇，粥，แล้ว加係你cacao powder， cacao powder 唔係 milk powder， 冇 cacao 嘅，แล้ว做啥 chocolate milk 呢咯，啥 chocolate milk， 我到底 Trader Joe's 係買啦，所以伊 cacao 唔是打咩咩。伊是because 當然人俾你除你 cacao， 有當時人特別寫講伊是fair trade 嘅產品啊。because 有人industry 啊，就冇咪好伊嘅 standard 啊。所以我做佢咧，我是只兩節啦，兩三節啦嘅派嘛。我加了我係到成都位，แล้ว我成日食飽了是食 dessert， 你看到啉一熬 chocolate milk， 好食哦。你人若是 suka 食外人啊，你做嚟咩嗬？if 你滾過嗬，伊會打很加久。if 你 raw 嗬，3日來啉了啦。所以我冇 suka， 我 because 我加嘅時我是零加嘅，所以我係零水、ham seed 了 cocoa powder 加埋 dates，then on top of that 我加生落去，所以我食加好嘅時是零嘅，唔是 dry。我冇試過隻 filter water 嘅是冇 filter water。冇。你用 filter water。if filter water 咧，伊袂安尼快派。哦，是。冇，我就攞住就啉了。了我學我紅啉，not bad，but taste like grass 咁。
Lu share tanpa Brazilian nuts lah. Lu be raw Brazilian nuts lu tolong because Brazilian nuts are high selenium. Selenium is very good for inflammation, all kind of inflammation. 特别迄个浸哦，我听人讲有人是特别浸的，浸的伊个伊外口的物件，伊会啥 counter 伊个，无好意思讲伊会 counter 伊个 benefit 啊，你无浸的还袂扫掉你，身躯袂扫掉伊个。特别唔知啦，我是做事的，我好食啦，我无插伊啦。我是做是跟讲的，我是讲物件食。哈咩？peanut butter 你使掺 peanut butter 咯。哦，有冇，嗱是 smoothie 是，我食 smoothie 是，我掺 peanut butter。就掺馬麥落去啊。切，馬麥哈，馬麥咪是 vegetarian 哈，馬麥 because 是，不 Vegemite 是 vegetarian。馬麥 because 是 yeast 嘛。yeast extract. yeast extract. Mamai ka Vegemite 嘛上噶啦，伊無上名啦嘛。Breville 我只係類似。Breville 是牛嘅。牛嘅嚇。Breville 是牛嘅啊。啊，我開始講 Breville。OK。John 你知有嚇。哦 ，sorry。講你講。我每看到人知講有真正一種係 vegetarian 樣。嚇，來講，安怎嚇？所以有 vegan 是無食 animal products，咧有誒真正食咩咧無食 honey， cũng 無食 gelatin。咧伊人無用 animal product 嚇，對。像個 silk 個 leather 個牛誒，佢哋是真正 vegan leather 對呀。咧有 lacto vegetarian 是無食牛奶，無食魚，cũng 無食雞，還是卵。tapi 伊有啉牛奶。哦。那伊有食 cheese， 有食 yogurt， 那是叫 lacto vegetarian。Then 有 ovo vegetarian 咧，伊是無食肉。ovo 啊 ，ovo 啊。嚇，咧佢無食雞，還是牛奶，tapi 伊有食卵。哦。你想我個朋友？嚇，然後有 lacto ovo vegetarian， 即係攞嚟參起來。是伊無食肉，無食魚，無食雞啦。Then 特別伊有食dairy product， 嚇，伊有食牛奶跟卵。這是第一普通嘅 vegetarian 嚟。然後有 pescatarian 是伊食魚參 seafood， 但伊無食肉。無食卵本？卵唔知咧，係咧我唔知，伊有食無食。我知過有一個是，呢度食魚卵啊嘛，冇人講雞卵啦，講雞卵。我就是個食魚卵嘅話，嗰隻係咩 ？Polartarian 是，伊是 semi vegetarian， 特別伊是食菜時候喺拍布羅，伊食到咩？這個我還沒聽過嘅。伊是有食肉，但係食草啊。係伊無伊像有當時伊看伊個情形啦，伊若是伊個即個位無通食菜，伊就無變食肉咯。特別若是有通經咧，伊就是食菜咯。有通經有 Joyce 就食菜啦。Julin 啊，即個叫周邊菜是唔是等人？唔知喎。OK。flexitarian 是上教我呢可能參，特別我 prefer 食菜啦。哦，你唔是無食啦，你是 prefer 食菜。係啦，我無可能無食啦，我嘛估計點煮牌。係啦，所以我唔知，我成講你去另外，你嘛另外煮啊，特別你驚是你驚食，你驚你煮時你驚特別另外煮啊伊。食 vegetarian 嘅，嚇！伊出世一開始就無食肉啦伊。伊是 naturally born vegetarian 嚟，無人叫伊。伊家己就來先咧。你咪是特別 make sure 伊嘅 diet 係咪較 custom to 伊嘅 vegetarian diet 咯。嚇！伊有啉牛奶啦，有食卵咯，有食魚。OK，所以是無食肉。OK，無食肉。
我叮當有一幫嘅事，我知道有一幫嘅事，本是啥啊？我紅險我10幾歲時啊，我唔知咩事為我看到肉嚇，我會想到伊個卡格色，我會看，即係講我食肉豬肉還是雞肉時，我會看到伊個面啊當死去刮出來面啊當嘅 image 啊，所以我變做一幫我全部咩食肉肉甲雞然後呢，特別我硬嘅。我硬嘅聽過呀，我都應該去吹嚇，吹咩？都應該去吹，坐啲 KFC 嘅邊啊，你安哥邊啊，然後佢講佢 break 佢依隻啦，都愛食雞吧嘛，佢 KFC 嘛，你安哥，KFC 可能係都是講啊，講 KFC 安哥啦，啊，了個咪個把你冇想嘅vegetarian 個，同我講 flexi vegetarian。你講了未？這個是我睇我咪講 veganism，so veganism 是真正鹹嘅啦。伊人但係你講是冇用別項物件，成個伊冇用 animal 嘅 product 嘅，就係。vegan 有誒鹹嘅是冇，真鹹嘅伊樣冇食 honey， 冇食gelatin嘅，了有誒 vegan honey 是不要緊。我哋自己哇，住落河啊，住喂呢得啦，落河。我到 island 呢位。我這邊多少卡來啊？哇，大媽落去啊！哦，KL 抓個別關係啊。舊年嘅如果 veganism 伊無食 gelatin， 伊食agar-agar。agar-agar 是 seaweed 嚟嘛 ？gelatin 是marrow gelatin 咧。我唔知講agar-agar是係即係嚟話，等陣係我唔知，我唔知講，我想講 OK，agar-agar 是 seaweed is originally is produced I mean is 到底係草嘅為process 出來㗎，還是意思你一隻隻 naturally 是成個agar-agar咧？一隻係是 plant 嚟process。伊是 from seaweed 咧，伊是係草嚟。Google。So that means like 佢猜點樣咩咧？一條等，你是以 natural state 還是特別 process 咗呢？natural state， 我諗係 natural state 嚟。特別有啲白因為有透明嘅 seaweed 嘛，唔是咩？毛古地搞嘅，講嘅嘢。好啦，插到炮啦！你誤人子外地啊！有潮，慢慢你看咯，就愛有安尼看嘅嘛。你看到未？等來看。當今這邊是講 agar 是 from red algae， 紅色嘅海草。特別人係白色，都人係白色嘅。我冇聽過，伊樣哦，冇呀，是你鮮話，我冇講。我未上線nữa。我冇聽過我冇聽過 cook show 啦，人講啦，agar 啦，你就係 natural form of state 咧，但伊按照變個透明起咧。我唔知啦，但依樣講是伊 origin form 是直條嘅，你講 powder 已經 process 咗。哦，powder 是 process，telephone brand， Thai。你呀嘅 beach 個，你去拍一頭過啊，伊咪是變透明嘅，即係攏安尼看嘅呢。鮮咯，冇上線話我冇上線，你講就係咪叫鮮話呀？你是 professional， 冇嗰啲 professional 嚟啊，應該上線啊。別，我冇上線。我但是冇上線，我家己。要爽就講咧，唔使。講佢一個人拍水。毛菇有研究嘅咗，伊唔是上個人啊亂劈嘅。
已經就是一隻煙就講出來嘅，研究。啦，是啊，你看下 OK，next 阿家，OK。啊，因為阿家是 vegan 嚟食食本咯，that means。阿家 vegan 嚟食食。我別怪啊 ，OK， 我唔知，我頭快接落嚟成講阿家是 gelatin 就對啦，我唔知講。阿家嘅 sauce 噶，我知 gelatin 嘅 sauce from 樣罐嘅 bone marrow 啊，嘅骨咧嚇。gelatin。gelatin，係我就想講是阿家是上嘅，我唔知講阿家個係是一個機，即係LG 嚟。gelatin 福建話。菜園。哦，唔是。阿家是菜園。阿家是叫菜園 ，gelatin 是叫。菇煙，咩啦？哪知所在？gelatin 是蛋白，你又叫咩啊？collagen 嚟。蛋白膠。古靈芝。我未曉福建話，但係依啲 collagen 嚟，人家叫啊 collagen 福建話。拜觀音嘅人會食本袂使食 gelatin 咯，是唔是？啊，那有菇嗎 ？In Malaysia, yes. 我未รู้菇gelatin 特別用菇嘅 bone marrow 嚟管，還是豬嘅使啊？還是乾料？要攞槍嘅菇嘅菇嘅。哦。Normally 美國嘅。有你食嘢咩？我冇搬你唔要搬嘅嘛？要搬薄米還是薄？啊，白，我冇聽過白搬。呀，有糊嘅不？你冇看過啊？糊嘅。糊嘅咧，臭臭。冇用一般。咗所較濟用咗。叮。The Mac。我食係marine啦，糊啦，冇臭。冇臭。OK。冇臭。刷糊嘅 gelatin。刷糊，聽到刷糊 ，Joss。對啊。啊，真是有呢嘅。我估你 camera 冇開咋？冇開下。แล้วOK，等到我被講 veganism， 我被食 vegan 嘅菜，我被食講用 vegan 嘅菜是，因為我這邊有一間 restaurant， 我就是個食嘅。等陣 Kelvin Sim 咪是Lasagna。listen. I was born and raised a vegetarian due to religion background. My vegetarian diet doesn't include allium. Allium 係咩？你撐中嘅物件咯，你 onion 相關嘅物件。食了 APCC 有幾種啦？呀，包嘅物件是 allium。我了撐啦，了長頭啊，蒜頭。蒜係你蒜啦，你個啦別使啦。哇！等依樣按做煮菜嘅，好味衰。用薑或者啊。哦。用白鶴，另外一種嘅 herbs， 伊上加花瓣嘅那款嘅，伊是花嘅片啊，叫咩？迄個伊嘅片啊，迄個物件，是一種嘅花嚟啦，伊有一種嘅味素嘅，伊叫白鶴。百合花。百合。我唔知喎，我唔知。百合花。菇菜未使，本來叫出菇菜個。菇菜食了條嘅啊，未使。哦。菇菜食了條。菇菜食了條嘅啊。打波是什麼？我哋本嚟。菇菜唔是食了會殺精嘅咩？殺精啊！你是講食了你生驚啊？打波？冇，提示咯誒，你要煮嘅。提示 sperm 啊？嚇是咩？哦，冇啦，人就講韭菜是喺香港。特別好。特別無插路曉無曉，甲你真有殺無關係。特別曉無曉成嘅啦。有冇有啲掛筆呢？
冇咧，佢冇咧，內面冇辛苦冇有誒，特別讓 OK，當每人看 MCO 嘅時，讓有曉，我較曉 MCO 成啊是。我看有關係，咱係唔人嘅咩 MCO？ 豆嘅來，豆嘅咪講啊，豆嘅。我 define 曉。OK， 是真正想你只言貝食吧。食吧？冇，I think冇。成個你sexual desire 較濟，你有成個 sexually 較 not necessarily sexually active 啦，是講你成個去言sex。PCC 了，一定崇拜啦。你凊彩你無插撚咗解決啦，是講當然你會成個要想要言咯，你 MCC。你是講起手哦？好啦 ，something like that。係咪皮球？係咪是皮球？起手。哦，我想講係起，你是講起球是起招，跟招啊？起手。招啊是招。打波咪起招咯，了啊，起招，哦起招，冇有人聽人講我 MCC 是，冇 MCO 啦，講啦 MCO 笑機，嗰係 MCC 講係咩嚟㗎？講對 PCC 啦，那 PCC 哦 ，PCC 啊。你想個 PC， MCC。誒特別好，讓大家是食，若是講你無食，你無食這是要做你較少你 sexual desire 咩？冇啊。乜咧？我哋香港嘅有嘅人特大隻食連麥卡咪是起藥咯。你係麥卡？麥卡是一個 super food 啊嘛，一個堅啊嘛。東咖喱啊？佢會做你食，成個東咖阿里嘅你看啦。東咖阿布啊，東咖阿布。馬卡。東咖阿布。啊，馬卡，所以做你曉啊嘛。啊，你咪 vegetarian。誒，我未話我食咧，又這麼是未起。我去迄個中國嗰邊嚟食這隻飯。你俾幾長嘅啦？你俾掉還珠嚟，你俾掉。咁是講 vegetarian 還是講 vegetarian 咪就 sex。vegetarian 咪就 sexual desire。馬卡是 vegetarian 啊嘛，佢係還珠堅嘅，你俾掉。阿龍冇見啊？你俾還珠堅。阿龍。攞下物件嘛，你曉㗎，你會起未起是攞條樹。對，One is desire, one is ability。嚇，唔是愛起曉識，但會使起咩？誒，特別好，我唔知喎。起曉都冇是未嘅。是啊，有人曉啊，就是未發一備係咪嘛？未起嘛？哦，對，erector，對，對，迄個是有咧個，唔是有咧是成日講。起者哦，叫到對人，就快叫。你當機唔是 problem 啦，當然有藥啊嘛。嚇 ，Mr. Tech 啦，你叫咩嚇？你Tech 是 allergy 嘅，你叫咩嚇 ？Purple pill。Blue tablet。啊 ，blue blue pill。叫咩係叫咩？咩嘅？夾肚嘅。你嘅日度嘅人老闆咩？邊咧學嘅係gratis啊？我係gratis。邊咧學嘅呢係gratis。blue pill 咪是 vegetarian 嚟。哦是啊 ，so vegan 你使食啊？我唔使。vegan 使食 Viagra。係妹。嗱，呢個唔是 capsule 嚟 tablet 嚟嘛？誒，capsule 有 gelatin 啊？嘢 casing，阿妹有時係有 veggie 嘅 capsule 嘅，agak tu。有 veggie 嘅 capsule 咋？有 veggie 嚟 cut 啊。哦，我知啊，我知啊，agak。你知，嗱，我叫我講句話，最初時嘅
電搭冇大樣，就冇寫在經嘅，แล้ว伊在經頭看立掉成個黏黏咧，成個就是阿家嚟啦。哦，冇能能啊！你唔是阿家，你是叫毛。熱咯，唔是毛，你是阿家嚇 bacteria 啦。哦，依係熱咯。咦冇，我而家嚟做菜人呀。看你嚟做菜人，半阿姑姐呢？遲到啲後尾會見別人食。誒，不，我咪講到啲藥，我咪就係藥，係咪藥？有半摘菜嘅時冇摘菜嘅寫字係半 capsule 啦，較濟，較濟 capsule OK。哦 ，capsule 伊用在你點做？你是講？你按照講，但是大擺咱這邊講有係咪 vaccine 愛拍啊，怪有下啦，冇下啦，哦，所以啊，我哋冇成啊 ，sorry。你是來咱做來啦。vaccine 有類，vaccine 有用叫一個迄個 components from the egg 叫 booming 有類。有類藥伊是 animal derived 嘅啊，有類是豬嘅，有類是牛嘅，所以。那是講是豬嘅咧，你certain religion 就講袂使用咯。明白。especially 多啲即係dialysis啊，西藥劑伊拉就是嚟what was that 啊 heparin 啊，拍鏈頭，是唔是 heparin 啊 ？heparin 有兩種啊，種牛嘅，種豬嘅。哦。所以那是講佢哋religion 咧，伊人都係經用牛嘅咯。那時講你接去 hospital 嚟講，伊人用牛嘅 sauce 咯。啊，明白。แล้วOK，咁我講到啲係vegan 嘅 food 啦。條。哦，別記。特別有嘢係嚇，依個到底 aphrodisiac 是真是假啊？ psychology 啦，我感覺。係啦，我們是想阿龍困起啊，阿龍，我俾妹物件誒，阿龍卡在哪裡啊？定住拍卡在那個成功，就當結到我咪卡過，但另外就特別嘅卡。然後不過我是講food 啊，你往這邊一個 restaurant actually 是一個 franchise 嚟，叫做隻菜鳥嚇，隻菜鳥，可能隻咩菜哦？ 當咖喱問嘢，你是係咪隻菜嘅？係咪意思？隻菜鳥，你菜定嘅？你是講隻菜啊？你嘅 ？No，different 嘅。對，來頭，我怕到啊，亂到啦，曱甴個 define 是你 define 嘅你。隻菜。我就咩菜性？即係一種係香果咯。嚇，係咪個？ 一種係叫 mushroom， 我唔知叫咩。係咪日本嘅？以前是講 shroom， 以前是講係你上海話 shroom， 海嘅叫咩 mushroom 嚇？海嘅是酸。我講你 vegan 嘅 food 啦 ，because vegan food sometimes 係隻creative 嘛。所以我被再講 vegan 唔是。boring 嘅，伊都會使做真濟濟物件，別個人真濟人做無相麻針嘅物件啦，麻針嘅。特別我是個隻 vegan 嘅 food 嚇，我較是個隻伊，那是唔是 process 嘅，伊上個是，你知有人是 raw vegan 啊，伊較少 process， 我較是個隻較無 process 嘅 vegan 嘅 food。 但係是用到對一個嘅 form 一個嘅咪，成日用嗰啲用嗰啲能架，一隻嘅能架嚟做擺啊。做 pulled pork。做 pulled pork 啊。係做 actually 真正嘅 recipe 啊。你會使用嗰啲即係Philly cheesesteak 嗰啲物件咯。แล้ว 你會使用 substitute 嘅，但是你嘅 recipe 是食白，你真正用 substitute 伊做迄個 vegan。用能加 substitute 嚟講。像個白咧，你咪是用 tofu， 還是用 tempeh 咯？你啊，無就是用 jackfruit， 還是能加，還是即香菇，無就是用油啊。
橋嚇。用橋，啊無就是用豆 beans。我是個只伊較伊成個脆，個了 natural 物件啊。我是較少食成個講，有當時食菜物件吼，咱食這物件我是無安尼暑假你上幾頭 process 嘅。Yeah，你冇咩好嘅，因為伊overly process 啦。แล้วเรา是自己做物件呢？你知咱係自己做物件的嘛？安怎嚇？樣嘅哈哈，對，你對，你在牙嘴你寫嘢啊？แต่มันนัว哈。特別物件我有當時冇食，我有時俾你 process， 幾項 process 物件食冇嘅物件，伊個豆豉糊啊，我是講食，特別豆叫咩米筋，有一種好你配糜食嘅，有土豆嘅入面啊，你我是講食。米筋一浸到啲鹹鹹啲嘅，成個湯然後呢罐頭嘅。你俾諗食慣你嚇？我唔知咪食啊！伊罐頭嘅咯，伊入面是伊是食菜嘅，伊是寫做食菜吧什麼啦？伊是米筋摻土豆，我見食咧。呀，我不食過。我有當時頂到時我就破嘅，我破嘅是成我暗暝12點啊嗬，我去。不到腰啊！我只係只撐嘅咋，我報埋起來12點我就話，但係只一減，我咪只一點，我咪只一減，我只一點未 stop 嘅喎。你攰咩？你只搞我去坎坷咁樣拗嘅啦。Anyway， 這是我 problem 冇啥。我是開攰慣嘅了，食個了呢。一隻 ice cream。哎呦！喂，你冇流仔啊？喂梅啊，喂梅塊啊。嚇。拍練刀嚇。有人伊食菜啦 ，OK，because of religion 或者咩 ，I'm not too sure。แล้วลูกเบสก็แกนบะแล้วมาเดียวอันจ้าก็ไอ้จะแก่บะลูก應該是無แกนบะ啊。特別我那時候兩種咯，一種就是，若是講你是伊買食。伊毋是講伊無相愛，是講伊有相愛本，特別伊無食。第二種就是伊是就若是講伊無相愛食本好，特別伊是伊個咧假肉是變做啥伊個咧 vegetarian 嘅 diet 裏面嘅 option 嚟，所以伊當做啥一個 food source not necessarily 成個人要食哦，即隻香個雞吧，然後呢伊是走去食。It is because it's vegetarian food source 所以較 limited 啊嘛，所以伊食咧這吧是因為伊是 one of the food source， 唔是講只食成個雞啦。有咧人是有咧就是 maybe 第三種嘅就是頂到是食菜人嘛，啊不食醋人嘛，然後變做伊少食嘛，特別伊個為了要食這嘛是去食咧 substitute。小本來就我阿講講是我負責為咧，我是temple咧，temple 師傅無煮係咧嘅物件誒，咧伊 normally 伊開咧 vegetarian 嘅店咧嗬，是外口人食 ，because 有咧唔是 completely vegetarian 啊嘛，都是看到啲 individual 造型，按照燒。So if 你是上個對的 accent 嚟變成開上啦嗬，你 normally 無食是你 imitation 啦嚇物件。啊，隻菜清。所以我去嘅 temple 位嗬，伊有分5本性嘅，特別伊真少 about 成個5咧螺啊，你可能就無嘅，只 plain 無內嘅。這是較 cater for 迄個 Baluga convert 嘅人，還是暫時食這人？啊，嗰時講就這本咧。佢會得閒。啊，你得閒食幾？食幾隻這啊？我唔知有冇 try 過。我冇 try 過。If you I try 咪是一步來咯 ，eliminate red meat steak and then after that chicken，and then eliminate。喂，特別好，我係 eliminate 啦。
比如我嘢，我咩唔是講我白啦，我是買。無上過本啦，無上過本啦。我有隻理由是講我是暫時，即唔是我 priority 啦，同佢。所以我是有特別隻較少同佢，我是隻少 certain type of food， 我看了物件特別隻較少。即唔是話我那是隻，當時啊我同佢老嘅哦。我只較驚啊！我只較開喎，成個我做唔知係咩病咯，即 medical 人即看。我成個以前我淡薄 nauseated，淡薄成愛嘔了喂頭殼真淡薄痛痛咧。你迄個物件掛掉了，唔是啊？有 problem 冇 ？Maybe 是啊，有可能。我係打過啊，唔係講物件掛掉啊，成個我掛掉，喂，唔是啊。太監啊！แล้วว่าตากว่าขี้อ่ะอุคนเล่งล่ะแต่พี่ผมใจบุญเนาะ because เราต้องคิดว่ามันอุปเลยโลกุมุขวดเดียวว่าไปเลยไต่จีบอกว่าไม่ใช่講個時候ไม่試嘛我是講當我是อุปหามิเกี่ยวมันว่า關係個ว่า digestive มิเกี่ยว anyway so 我唔知道 so 當然我就被隻下只有淡薄個鼻山或是樣面阿 John 啊，actually 係你是講國打吼，那伊係你上油嘅物件，係你有煮啥物嘢，伊冇咩會使食咧食了，伊係講冇咩消化，伊打就是做好伊咧伊貓先擺啊，我嘅話唔使叫，伊就是下了伊破甲細粒了吼，較影響吼。我咪聽人講乜，特別我頭冇是想講我是食。油物件我就呢，特別我 try 啊 ，even 我食 salad， 本好啦 ，quantity 啊，我 quantity 我 amount 啊，即係這樣我就坎坷嘅喎。你消化啦，我呢樣啊嘛。所以我特別食較少，我就食較少。特別我有時我食較少啦 ，OK 啊，嗬，แล้ว較好時啊，我個就未記啊。我同食啦，我食咗你個就少啦。食個坎坷咯。佢食豬白油哦，豬白油破。特別當佢食較少啦，較少食。頂到嘅時我冇講啊，我食 butter 啊，成個我面咪成日穿開呢，啉水呢，我食 butter。我食羅蒂啊，冇佢 butter 夾當金餅，我當佢我看到一隻辣喎。頂到嘅時我冇咋，我頂到我未啊。頂到嘅時我就食我8有3.8咗，油咁我別隻辣我別幫行嘅喎。當金餅啊流啊，成個看都冇記哩啊。唔是吉利，成個我 feel 到佢整個隻辣呢嚇，隻辣我見食過，特別我食到 consequences 是話就 feel 到實，但我講呢成個被拗呢是頭殼聽人冇呢，當那是一人落官那時咪聽到就係咪問題，讓 email 或者英國中啲多個啊 crowdsource 啊，即係 diagnosis。OK， 笑得 OK 講個這邊先啊，兩位特別嘅 feel 呢，這禮拜就是困起來後點阿龍啊，個毛毛菇啊，個波鹹水甜啊，絲白餃啦，豆嘅毛毛唔知毛毛菇魚鱗啊，帕林豆啊，拍卡吹聽豆嘅阿三辣沙別西講啦零頭毛加浸埋辣浸去咁好，嗰就走嘢啊，係嘛？多啲都嚇。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拜拜。拜拜。拜。你這邊？